好事好日好天氣，大家來看綠隊運動會。走上腳，變體熱，搭鐵橋，出體力，跳高跳遠真會比。大掃綁來又綁去，團結合作求勝利，打頭名有獎勵，調查米有安慰。素養無要緊，安全愛注意，運動身體好，康健實幫你。南台灣大武山下嘅客家人，年年聽說愛進行嘅綠隊運動大會，可能係全世界客家族群最大嘅體育盛會，到今有76年，還未一直延續下去。無意中開創一項歷史嘅唔係體育人，三位台灣嘅體育史寫下特別嘅一頁。第二擺世界大戰過後，當到流亡日本嘅學生嘅轉來，其中兩個綠隊子弟劉少賢、劉戴亞林，佢哋自行車去到綠隊各莊頭拜訪地方士紳，希望尋轉特別鮮明忠勇愛國、團結合作嘅精神，集中力量來推動綠隊文化。民國37年2月22日，在竹田國教召開綠隊愛國聯誼會同第一屆綠隊運動大會，也從對盤古開天以來第一擺客家後生人做主來辦嘅運動會，綠隊鄉親無論老嫩大細都進入會場來鬥鬧熱，參加嘅選手還包含綠隊各鄉鎮嘅學老原住民朋友，提升了各族群父老嘅感情。也給大武山下嘅西奧運，唔單止係聯絡鄉親感情嘅發通，後生運動員觀賞隊員嘅大細朋友，家庭參加也嘅體育發通，未做得來了解綠隊客家嘅歷史文化，培養客家人團結合作、愛鄉互助嘅精神。